回来拯救哈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建神永远是你的家，我们永远爱你。我拄啊往迄个信心在，我是想过迄个他虽然他会他常常想到我们会感谢我们的神他一定为我们提名祷告。我想到这两句，然后就是那一句他虽然暂时离开我们，但是我们永远得着他咱一定记住伊，咱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往这影片呢，祝福牧师甲牧师们好，就是咱本